有玩開鍵盤嘅話，相信都知呢家主流就係機械軸同埋磁軸。一般嚟講，玩到 A 咧就冇得 B 噶啦。而呢隻 Logitech G512X 分別就有翻75%同埋98%兩個 size。賣點就係 Dual Swap 嘅設計，全個鍵盤支援 Hot Swap 之餘，只要利用翻9個根基嘅磁軸，就可以喺主按鍵群實現翻 Rapid Trigger，再加機械軸嘅手感啦。嗱，唔記得自己換咗咩軸都唔緊要，鍵盤係有快捷鍵即時偵測，而且為咗方便拆軸。其實鍵盤嘅腳趾咧就係 keycap 同埋軸體夾，要換軸咧就唔使周圍揾夾啦。除咗磁軸 Logitech 係建議翻用佢哋嘅軸體之外，其他嘅機械軸任換。如果唔中意佢原廠濾茶軸嘅手感，大家識做啦。為咗令磁軸可以做到一鍵雙功能，Logitech 咧仲提供咗橡膠圈幫玩家加強按鍵嘅段落定位，咁就唔使驚唔知自己做緊乜啦。作為高階嘅鍵盤，更加唔少得就係有線嘅8kHz 更新率，加埋 gaming 鍵盤必有嘅 RGB， 今次仲喺鍵盤前面加埋大條燈條，買埋專用嘅透明手托，效果就更加黐線啦！要樣有樣，要內涵有內涵。今次 Logitech 嘅 G512X 仲唔係改寫鍵盤界嘅歷史？